Just 点嘞，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10号，公元2017年5月5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前信息技术部长表示，达赖喇嘛拥有最高道德权威。司政罗桑桑格呼吁新西兰政府支持中间道路政策。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呼吁就西藏人权问题采取具体行动。美国怀俄明大学举办西藏历史讲座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外办事处最新消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上周四，4月27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接受了由新德里松迪基金会颁发的松迪国际政治奖。尊者在颁奖仪式上呼吁人们通过行动和明确的目标，为世界带来积极的变化。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表示，当前人类有责任通过整体的实际行动和制定更健全的法规来改变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祈祷来改变世界。在谈到崛起的印度时，尊者表示，印度的宗教和睦对世界树立了典范，从中流亡藏人得益匪浅。尊者表示，我在印度流亡和寻求政治庇护半个多世纪，同时也获得了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人们，特别是来自各国的科学家。所以说，我现在一半是佛教徒，另一半是科学家。印度资深记者、前信息技术部长阿伦·肖里先生在颁奖典礼上表示，对达赖喇嘛尊者颁发该奖项是非常值得，也使这个奖项变得更神圣。当谈到达赖喇嘛尊者对提升人类价值和促进宗教和谐等方面的贡献时，阿伦·肖里先生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拥有最高的道德权威。印度前外交大臣、前驻华大使拉里特·曼辛赫在颁奖典礼上也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松迪教授最大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导师。该奖项表彰尊者的地缘政治思维，包括核扩散，以及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做出的不懈努力。松迪基金会负责人暨颁奖组织者松迪夫人回应说，松迪教授曾称达赖喇嘛尊者是印度文化复兴的催化剂。此外，流亡藏人政治领导人司政罗桑桑格博士于5月1号对新西兰展开首次访问。司政在访问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新西兰政府与民众支持藏汉互赢的中间道路政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桑格博士结束对澳洲的各项参访行程后，于5月1号抵达新西兰，继续展开对该国的访问行程。在对新西兰的首次访问中，司政罗桑桑格将寻求该国政府支持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提倡、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本月2号，司政罗桑桑格在接受奥克兰记者的采访时指出，西藏境内的局势非常紧张。他在国内要求人民争取西藏人追求自由和尊严。司政进一步强调，藏人行政中央将通过中间道路政策，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为西藏人民寻求真正的自治。最后，司政罗桑桑格呼吁新西兰政府支持西藏人民通过藏汉互利的中间道路政策，争取西藏获得自由。在对新西兰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中，司政罗桑桑格将继续致力于在奥克兰、达尼丁和惠灵顿等城市呼吁当地民众支持中间道路政策。
在访问新西兰之前，斯珍罗萨桑格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的第9届西藏文化节，并接受澳大利亚 ABC 国家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保罗·巴克莱的专访。Tibetans are here. We are with them. You might be more rich and more powerful, but the truth will prevail. Rugged spirit of Tibetan people, resilient spirit of Tibetan people will prevail in the end because we are with you. That's the message to Beijing. 此外，本周二5月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国会议员伊莱亚纳·罗斯雷廷恩莱在众议院会议上先后发言，提到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并对西藏议题被忽视的问题表示关切。5月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会议上，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国会议员伊莱亚纳·罗斯雷廷恩莱在举行的众议院会议上展示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并提醒众议院关注西藏境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并重申入藏互惠法案与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命的必要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吉姆·麦戈文先生在发言时鼓励美国国务卿会见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斯珍罗萨桑格博士，并与西藏建立友好关系。吉姆·麦戈文先生表示，我不断地收到有关西藏境内的人权侵害和藏人无基本尊严的报告，如拆毁僧舍、强迫驱逐宗教人士等，所以我们应该从著名的拉鲁五明佛学院遭强拆开始，重新审视美国对西藏问题上所持的政策。Mr. Speaker, I want to express my concern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missing 11th Panchen Lama, the second highest leader in the Tibetan religion. 22 years ago, Gendun Shariki Nima was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when he was just 6 years old. And just 3 days after the Dalai Lama declared him to be the reincarnated Panchen Lama. Today, he is one of the world's longest-serving political prisoners. China has refused to provide any details of his whereabouts. 共和党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莱女士在发言时，对14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流亡58年后仍然不能返回西藏，同时系统化的侵犯和剥夺藏人的基本人权自由，并实行消灭西藏文化的政策表示不满。她担心西藏问题正在被遗忘。西藏是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源头，中国政府对西藏残暴统治也会对整个地区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他表示，2007年美国把国会金质奖章授予达赖喇嘛尊者，而10年后的今天却发现西藏议题受到忽视，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不但对西藏，也对整个亚洲大陆带来不利。西藏被称为世界屋脊，是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源头。如此一来，让统治西藏的中共当局威胁到整个亚洲。罗斯雷廷恩女士最后呼吁美国国会为藏人发声，联合对抗中共不断增加的威胁。In sending a letter in support of the appointment of a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m also proud to co-sponsor Mr. McGovern's bill, the Reciprocal Access to Tibet Act, which is designed to help stop China's destabilizing behavior in Tibet. 与此同时，上周五4月28号，因受美国怀俄明大学和全球地区研究中心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属下的西藏博物馆负责人扎西平措先生向怀俄明大学师生介绍了有关西藏的历史文化。扎西平措先生介绍西藏历史文化，并特别介绍中共当局歪曲西藏历史、误导国际社会的舆论，并用重要的历史档案资料、图像等向该校师生展示和还原了西藏的真实历史。接下来，请看藏人行政中央驻各国办事处的最新消息。本周二5月2号，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皮埃尔·安东尼奥、
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负责人托马斯·麦，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克萨巴·索格、滕尼卡尔姆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先生等，一同参加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的第67次西藏问题游说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人权状况，敦促中共当局停止正在西藏的镇压政策。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